嗱，食完中飯咧，嚟到呢個世外桃源呢個景點啊，咁啊，當年咧陶淵明咧都嚟過嘅就話呢度係仙境嚟嘅我哋讀過啦嗰篇文章《世外桃源》嗱，一入嚟咧就見到呢篇咧《桃花源記》就係陶淵明寫噶啦，就佢當時嚟咧就係寫咗呢個《桃花源記》呢篇文章就係呢度啦。有啲少數民族啦、侗族啦喺度玩樂器啦咁樣。咁咧我哋咧就要入去搭船啦咁遊歷呢個桃花源咁要搭船咧遊歷下呢個世外桃源觀賞下世外桃源嘅風光啦，搭船咁而家我哋就等船啦要喺度。上咗船啦，而家出發啦，咁遊歷呢個世外桃源呢個景點啦。咁俾大家睇下啦15分鐘嘅呢個遊船，咁要上岸啦，15分鐘。看到這邊這一系列的木質建築群，就是我們廣西侗族的建築了。侗族嘅建築。稱為水鄉侗寨，裡面匯集了廣西4大少數民族的手工藝品，分別為撞侗、苗窯。這邊看到的小閣樓就是繡球樓了，裡面會有對山歌的活動，大家可以對山歌接一個吉祥如意的繡球帶回家。哇，真係幾靚大家聽下嗰個工作人員點樣講解啦前方2層建築呢，是我們廣西侗族的花樓，它分為2層，上層是主人居住，下層是用來紡紗織布和招待客人的。現在裡邊為大家展示的就是我公司自主研發的文創商品，大家陸地遊覽時可以進行參觀。但凡侗寨必有寨門，這邊掛有紅燈籠的大門就是我們的寨門了。我們水上流程結束之後，我們的船將在那停靠上岸，大家通過水鄉侗寨進到裡面遊覽參觀。一陣間可以參觀嘅。剛才和大家介紹了我們廣西4大少數民族，他們在古代被稱為百越族。百越族有自己的語言、風俗習慣等。我們在陸地上會有百越文化的展示，稍後大家可以進行參觀。前方我們看到這一座小巧玲珑、非常別致的閣樓，就是撞香樓了。裡面的小姑娘會伴着小伙子清涼的鼓聲，跳着自編自導的舞蹈，歡迎着大家的到來。為了表示友好，睇唔睇到啊？嗰個小姑娘與我們舉打聲招呼，喺度打鼓啊！數3、2、1，我們大家一起打。有人打鼓啊！兩個小姑娘玩扇子舞。Nani，扇子舞咁一個男仔打鼓喺度，過癮啊！拜拜。再見。合法自然，與小鳥一樣的歡欣與惬意。那湖的名字也與小鳥有關。好大自然嘅真係。燕子湖水東下不干東，繼續長流。它的得名是因為湖後面的山下有一個岩洞，裡面棲居着許多燕子。每當春暖花開的時節，就會往湖面上飛來飛去，久久徘徊不肯離去，所以得名燕子湖。今天我們就要向陶淵明筆下所描繪的打漁人，去乘坐寄小舟去尋找我們夢中的桃花源。我國近代國詩人吳海說過：桂林山水甲天下，陽朔堪稱甲桂林。春風到雨山浮水，無水無山不入神。桂林山水之所以被稱為甲天下，無外乎涉了一竿子的漓江，而我們的世外桃源則被稱為貴陽公路上的一顆璀璨明珠。正是因為有了燕子湖，燕子湖有着南國女兒特有的靈秀之氣。睇下呢個景啊！燕子村啊，呢個280年歷史啊！哇！我
我哋要穿過呢個洞啦嚇，真係世外桃源啊！要穿洞啊嘛。穿洞啊，係啊，穿洞。幾靚啊！哇，穿過呢個洞啊！我帶大家睇下，穿呢個洞啊，入去呢個世外桃源。哇，真係有另一番景象啊！係咪啊？真係好似真係陶淵明寫嗰首《世外桃源》一樣嘅喎，真係桃花源記一樣啊！真係差唔多。哇！入洞啦，燕子洞啊！燕子洞啊！呢個係叫做帶大家入洞睇啦嚇。請大家注意，不要打開閃光燈手電筒，不要打開閃光燈。啊，差唔多出洞啦！出洞啦！哇，正啊！哦，過咗啦啊！好啊，出翻去啦啊！哇！真係仙境一樣。哇！呢度仲有一隻帆船咁喎啊！金霞彩虹船，船行出发，开放，沿途自然万物之源，请桃花飞。现在大家可以欣赏到远方桃花岛的风景。桃花島嘅風景。这是不是假的？假的。因为桃花過了時間了。哇！桃花，喂，見唔見到啊？桃花。那個什麼手？你看，大家睇到啊，桃花啊，真係桃花源記啊，真係，俾你幻想翻啊。黃藥師的女兒。幾靚啊啲桃花。射雕英雄傳。哦，射雕英雄傳。真係靚啊！桃花島。仙境啊，桃花仙境啊。你是假的那邊？假的。靚唔靚？就算假嘅都好啊，都係啲好靚嘅道具啊。拍照片看的。我來這邊尋找那個黃藥師。嗱，呢啲應該桃花應該係假嘅啊，不過做裝飾都好靚啊，係咪先？前面呢個咧就係有一個寨啦，有一個屋仔咁樣啊，有少少打鼓嘅表演。八麥，八麥，八麥，八麥什麼意思啊？朋友的意思。朋友啊，八麥，朋友嘅意思。咁呢度轉啦嚇，轉到呢個嗱啲湖水咧都好清澈嘅嚇。OK。在我們本車的河岸上有一塊石壁，上面會有許多象形文字，記錄着他們一天的勞作情況，和我們現在所寫的日記是很相似的。到現在，我們仍然使用着這種古老的方式記錄着。古老的方式刻咗上去，記事。在整個原始時代裡，我們看到的是一副男女衣着、西盧萬人，雖然沒有黃髮垂髫，但卻語言自樂。在這個遠離喧鬧的原始時代裡，還保留着人類最古朴的民風，不受社會沉浮的影響，不受人心污蔑的干擾。最深藍的民族、最古朴的民風與這裡的青山舊水交織在一起，構成了人人向往的世外桃源。真係世外桃源。哇！就在這邊的人都是100多歲啊。不知他是應該很長壽的，應該是。空氣好。係啊，空氣又好啊，梗係會長壽啦。真的。這邊有沒有蛇啊？有啊，有啊，有蛇。有鱷魚嗎？沒有。有蛇啊！啊，沒有鱷魚。冇鱷魚，冇鱷魚。鵝嘛？鵝也有的。從原始部。啊，呢個就係另外一個洞啊，回龍橋洞啊。回龍橋洞啊，要穿過呢個。這個叫什麼名呢？回龍橋。好。哦。宋
代的文豪苏东坡曾说过：“宁可食无忧，不可居无竹。无忧令人寿，无足令人俗。”在我国源远流长的文化史上，足素来被人们用来形容高风亮节、朴实无华、虚怀若谷，也体现了周边居民的一种坦荡豁达的胸襟。轉個彎過嚟呢度，回來了，係啦，是不是？即係兜咗個圈咯嚇。在我们阳朔有4宝，分别为沙田柚、金桔、板栗与柿饼。现在在我们的河岸上种植的就是沙田柚树了。哦，就是沙田柚，是柚子树。哦，是哪个？沙田柚啊，沙田柚樹啊，係柚子樹啊。柚子它樹啊，原产于广西永县沙田村，它落户到阳朔之后，宝溪这里的山水风光出落得越发动人。它的果柚清香脆甜，籽壳定传，还能预防胆固醇。因为柚子能醇能助，素有天然水果罐头的美称。在阳朔4宝中最值得一提的还有金桔，又名金柑，它的果皮金黄亮丽，光彩引人，品质清脆细嫩，酸甜适。大家看到这笔架山是否像一只骆驼呢？俗话说“桂林骆驼地上卧，阳朔骆驼过江河”，这就是我们阳朔的骆驼了。似駱駝啊，係喎，真係幾似駱駝。看不到。太慢啦，过掉了。那桂林的奇山秀水又是怎样形成的呢？桂林在4亿年前曾是一片汪洋大海，位于热带海底生活着生物，像成孔虫、盖子藻等，它们吸收着海水中的二氧化碳，长时间形成了碳酸钙。后来由于地壳运动，海底慢慢上升，逐渐形成了远离海洋的陆地，加上桂林高温多雨的气候条件，形成了形状各异的山峰熔岩。我们称这种地段称之为喀斯特地段，也稱為熔岩地貌。熔岩地貌啊，呢啲山都係以前喺海底嘅呢啲山。They go different places to see the mountains. This is the mountains. 真係遊山玩水啦，今次。沒有回到了這座水鄉樓閣。又翻嚟啦，咁打個招呼啦，係。翻嚟呢個童謠，翻嚟呢個童謠嘅小屋啦咁我哋上岸咧就可以參觀啦。少數民族童謠呢個建築物入邊嗰啲特徵啦好，準備上船。咁啊，上岸啦！呢個叫做水鄉童寨咁啊，係咪啊？好啊，拍一拍後邊嗰啲溶洞嗰啲山俾你睇下哇，好靚啊！真係啲山。哦，原來有嘢飲喎，派啲咩嘢飲啊？有個美酒。飲米酒啊？哦，飲米酒。同族嘅米酒糯米酒好似係嘛？係咪糯米酒啊？係糯米酒。糯米酒應該好低嘅嗰啲。咁我要飲一杯，試下先。哇，甜，好甜喎！啲酒，好似冇咩酒味咁嘅。有少少啦，好似甜品咁啊，飲糖水咁啊。哇！呢度有咩啊？同族嗰啲。說的人家的口罩買東
西，知道吗？係咪要買嘢啊？點啊？有嘢睇啊？哦，同族大歌，哦有表演啊，應該係，係咯。哇！同啲同族咧喺度跳下舞咯，手牽手啊！一片祥和，真係幾開心啊！啲大媽，耶！同族大哥，搭下膊頭啊，係啊，呢個最簡單嘅。Give me five， give me five。大媽幾開心啊！好啦，嗱咁啊出到嚟呢度啊，差唔多離開啊。對歌的，拿繡球的，搶繡球。哦，搶繡球啊！呢度仲有係啦，哦，仲有唱歌嘅，要唱歌搶繡球啊！呢度。大家參與啦，還有2次機會。現在有資格搶，50歲以上沒有資格。唱啊，哇唱嗰啲山歌啊！唱歌招親啊，係咪啊？嗱，呢個係水車米鐘啊，水車米春啊，水車米春咧係少數民族咧地區咧特有嘅代勞工具啊，利用水嘅流速，使到咧水車咧竹筒咧提水灌田，又利用咧其轉軸嘅帶動米春米一舉兩得，散工散力。米鐘啊，水車米鐘啊，鐘啲米嘅利用個水嘅速度啊，嗰啲力量就係咁樣咁啊，自然咧有啲同族嘅特色嘢賣下啦，即係啲紀念品啊佢哋手工啊嗰啲工藝品啦衣服啊，係咪啊？嗰啲包包啊、背包哇，都幾靚喎！啲手工係，仲有啲公仔啦80蚊一個60蚊一個，有啲120都有，係啦銅陶笛、手鏈掛件少數民族嗰啲有興趣咧可以買下嚟玩下。手工陶製嘅百家姓陶壇。嗱，呢個係淵明山莊啊，即係陶淵明嘅淵明啊。淵明山莊可能紀念陶淵明嘅桃花源記一入到嚟咧就好典雅嘅呢個走廊，古色古香啦，係咪啊？幾靚啊！即係以前嗰啲人咧養生啊，喺啲咁嘅地方嗰度住咧，特別享受啦哇！陶淵明紀年表
講述陶淵明嘅生平啊。嗱，呢首咧《歸園田居》咧係陶淵明咧42歲嗰陣時作嘅。咁佢寫咩咧？就係種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興理荒痿，帶月荷鋤歸。道狹草木長，直路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願無違啊！南山樓。上去啦，睇下有啲咩。哦，上到南山樓呢度咧就，哇，買啲嘢啊，東坡肉喎，7000蚊一個，哇，都幾貴啊！呢塊肉都，一買啲，哦，啲岩石嗰啲做嘅，岩石做嘅，38000，吹岩沉幽啊！呢嚿38000啦，啊，仲有呢啲，哇，呢個5000蚊蟻巢金蟬18000，熊出沒啊！30000蚊啊！呢嚿嘢犀利，咁啊冇人買噶啦，基本上就好少人會買噶啦，除非即係有錢人啊，買啲嚟裝飾啊咁樣，可能會嘅啊。嗱，喺個南山樓嘅窗口拍俾大家睇下呢個景啊嚇，哇幾靚啊！有少少風吹過嚟爽啊，直情啊！成幅畫咁啊，真係小魚池啊！呢度個小魚池咧，哇！呢啲養到啲魚，啲金魚幾靚啊！啲錦鯉啊，應該係哇！睇下呢個小魚池，靚啊！啊！呢度咧仲有咧俾人坐喺度打卡嘅影相啊！嗱，個個係咁樣擺 pose 喺度影相啊！哦，另外一間房咧就賣啲木雕嘅製品啦，啊，好貴啊！啊，啲手工木雕幾千咁啊！咁有興趣啲人咧，咁亦都可以過嚟睇下啊！有啲掛件啊咁樣，有啲掛喺牆嗰啲咧木雕製品啊。OK， 咁啊上到2樓咧，呢度就賣畫嘅，啊有證書嘅，啊咁俾大家睇下啦，啊山水畫啊，啲書法。姓名題詩啊，咁啊買把扇咁樣啊，咁佢題字咯。啊，咁啊仲買下啲廣西嘅水牛角梳啊，買啲梳啊，水牛角有幾多梳？檀木梳、按摩梳啊。咁呢啲幾廿蚊把咁啦，嚇30蚊到50蚊把。牛角手鏈200蚊一串。咁我諗呢度我冇講價㗎啦，嚇！哇！呢啲係黃石20蚊串，嚇！哇！呢度仲有啲木雕咧，釋迦牟尼啊，達摩祖師、觀音、
咁啊，出到嚟又依條橋咧叫風雨橋啊。咁啊，個出口咧係一定要經過呢條風雨橋嘅。啊，大家睇下呢個建築係先係搭㗎，冇釘㗎，係筍木咁樣搭嘅呢條風雨橋。你睇下，大家睇下呢個筍木搭建嘅啊。咁仲有隔離仲有啲畫裝飾啦嚇，咁啊旁邊就係頭先上船嗰度啦嚇，係啊，好啊！通過呢個風雨橋之後咧，咁就完成咗今日世外桃源嘅景點嘅之旅啦嚇。OK， 仲有好多人排隊上船㗎。OK， 咁啊坐呢個船咧15分鐘到啦嚇一程。OK， 咁好啦，多謝收睇啊！下次再拍啲好嘢俾大家睇下，拜拜。